国际新闻来看，昨午有一粒对也门发射的飞弹去弹到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班古里昂机场的附近造成有人受伤且受损，机场阁暂时关起来。总理纳坦雅胡是讲，伊会报仇哦。伊拢支持的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声明讲，这是因发动的，佮呛讲会继续来扰乱机场的领空。 这粒飞弹为也门发射，落伫以色列班古里安机场附近，暴露出以色列防御重点。青年运动有望有能力攻击远的目标。We will take very strong action against them.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大多飞弹防御系统飞箭有发射出去。美国也早伫以色列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对袂当下赴拦截飞弹当咧做调查。I just find out coming at the airport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led. 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声称发射飞弹，各呼吁所有国际航空公司取消预订航班较安全。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أنها ستعمل على فرض حصار جوي شام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青年运动所发射的这粒飞弹有真悬的准确性，也显示出有探过以色列防空系统的能力。以色列军事分析师萨良表示，会当飞2000公里发射，也个会当拍会准，互人印象真深。大家爱认真看待这个威胁。 纳坦雅胡随后伫社群媒体佫一摆表示，除了青年运动，也会对因的幕后支持者伊朗加以反击。在荷兰当局测试展示一款射程达到1200公里的新型固体燃料弹道飞弹。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表示，若遭到攻击，也是啥物人对伊朗开启战争，会以强大力量回应。被丢毒无限制，伊朗毋是附近国家的敌人，是这国家的兄弟。也过美国伫这国家领土设有基地，都会是。 伊朗的目标，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